据报道，多才多艺的维吾尔喜剧演员阿布利科姆·克里昆被判处18年监禁。据悉，阿布利科姆的艺术生涯始于30年前，后来因政治原因被多次解雇。他于2017年被中国警方带走，成为受到中共破坏的维吾尔精英之一。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东都觉散阿图什的一名警官证实，阿布利科姆·克里昆于2018年4月被正式逮捕，并于去年年底被判处18年监禁。阿布里克姆于1965年出生，1981年加入阿图什艺术拍摄团。他撰写并出演了100多件小品。近年来，他在演唱领域也表现出色，并因其歌曲《同胞》和致敬的歌曲而广受称赞。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阿布里克姆最近因悲伤的歌曲而在舞台上声名远播，但是自2017年以来一直缺席舞台，自2018年4月以来一直在公共场所失踪。消息人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阿布里克姆于2017年4月返回土耳其旅行后，中国警方在机场没收了他的护照，1个月后他被带到集中营拘留。后来他被释获，但是并于2018年4月被逮捕并失踪。加拿大众议院正在讨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严重侵犯是否构成种族灭绝。9月28日，由加内特领导的加拿大众议院的9名成员向加拿大议会呼吁承认中国的行动是种族灭绝。据悉，如果上述保守党议员在下议院获得足够的选票，这将是大会的正式决定。保守党议员加内特在给众议院的讲话中说：“现在是兑现我们的诺言的时候了。”加拿大不同地区的协会一直积极参与请愿书的签署过程。请愿书要求将对维吾尔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视为种族灭绝，并要求对参与破坏的人进行制裁。比利时维吾尔协会和土耳其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聚集在中国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使馆门前，抗议中国在东都觉散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和酷刑。大约有300人展开标语，写着维吾尔人自由、制止种族灭绝、关闭集中营。示威期间用法语、英语和荷兰语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国约有300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中国不希望这些事实为世人所知，并强调建立集中营是对人权的侵犯。距离美国11月大选仅剩32天，寻求连任的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周四午夜以后传出染疫的消息，震惊全球。川普竞选经理比尔·斯蒂芬周五发布通知给工作人员，任何接触过测试呈阳性的竞选人员应立即开始自我隔离。斯蒂芬周五还发布声明说，先前宣布所有涉及总统参与的竞选活动都正式转移至在线方式或暂时推迟。此外，先前宣布涉及第一家庭成员的活动也被暂时推迟。白宫宣布，特朗普周五被移送至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特朗普入院之后已经发了第2条推文，他说自己认为情况很好，感谢大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与土耳其12月份将磋商签证自由化问题。默克尔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领导人峰会第2天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默克尔指出在土耳其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默克尔说，我们希望与土耳其有积极的议程，在中东必须尊重希腊和塞浦路斯的权利，但我们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与土耳其建立积极关系。另一方面，欧盟峰会后发表的声明说，欧洲和土耳其在发展地中海互利互惠关系方面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我们需要真诚地继续对话。